早晨，而家奉我哋嘅三一真神嘅名開始今日嘅崇拜。如果你係喺屋企以 YouTube 連結同我哋喺教會同時敬拜嘅，如果你遇到連接同埋技術嘅問題，請你以 Miranda 提供嘅電網連線地址重新連結。而家開始嘅時候，請你聽我讀出主嘅話語，佢係節錄喺希伯來書第12章第10節。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唯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份。而家我哋用詩歌敬拜。請大家起立，我哋唱讚美詩，一齊頌讚歌頌神。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其名為聖，願你國度光臨，願你國度光臨，願你將天上的地上，願永恆住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了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寶貴血命，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直到永遠，直到永遠。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這名為聖，願你國度光臨，願你國度光臨，願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了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直到永遠，直到永遠。請坐。獻給我天上的主，在我心中
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頌揚都一一歸給你。主你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你常顧念扶持，齊真心情願讚美給你，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情願敬拜永遠歸給你，為你我獻上頌讚，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傳揚都一一歸給你。主你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你常顧念扶持，齊真心情願讚美給你，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你，為你我獻上頌讚，齊真心情願讚美給你，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情願敬拜永遠歸給你，為你我獻上頌讚，為你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這是天父世界。這是天父世界，我們側耳靜聽，宇宙長播四圍響應，神神作樂同聲。這是天父世界，我心滿有安寧，花草樹木穹蒼碧海，述說天父奇能。這是天父世界，歡了歡唱齊鳴，
青山明亮，百花美麗，證明創造精神。這是天父世界，他愛普及萬千，風吹草升至他經過，隨處能聽他言。這是天父世界，叫我不可遺忘。黑暗勢力雖然擴廣，天父強應作王。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憂傷。天父是王，宇宙統暢，他治萬國萬邦。Amen。請大家一齊起身，低頭同心祈禱。親愛天父，喺呢個特別嘅主日，喺寄居地嘅父親節嘅早上，我哋能夠平安咁返到你嘅殿，我哋嘅家，亦有部分嘅弟兄姊妹喺家中通過 YouTube 一齊同心敬拜。呢個並非偶然，呢個係你巧妙嘅安排。我哋喺度獻上我哋嘅感謝。喺呢個分別為聖嘅主日，亦都係俾我哋呢班罪人有一個再次認罪悔改嘅時間。多謝你俾我哋嘅主耶穌基督降世為人，以佢嘅寶血洗淨咗我哋嘅罪孽，使我哋能夠同你和好如初，再次歸於你嘅門下，活喺你嘅旨意之下。喺呢度我哋獻上我哋嘅感謝。喺你留下寶貴嘅話語裏邊，等我哋能夠有所遵從，有所依靠，有所盼望。最重要係能夠活得像你，亦都等我哋能夠將你嘅教訓指引用喺我哋對小孩子嘅教養裏邊。我哋要以你嘅話語為依歸，鼓勵我哋嘅小朋友、年青人，支持佢哋，特別喺呢個悖謬嘅世代裏邊，能夠不隨世俗而跟着你嘅旨意而行，亦都喺聖靈嘅幫助之下，引領我哋所有人都走義路，向住美好嘅家鄉前進。喺呢度我哋再次獻上我哋嘅感謝。喺呢度，我哋亦都多謝你俾疫情進入另一個階段，係一個可控嘅地步。雖然我哋依然唔能夠完全放鬆，亦都懇求你繼續保守帶領我哋喺呢個後鬥慢慢傳播到全世界嘅時候，亦都有你嘅保護，揾到適合嘅處理同埋應對嘅方法。我哋喺疫情裏邊有從你而嚟嘅平安，係因為你就係嗰個自有永有嘅真實，你係嗰個掌控世界萬有嘅掌權者。我哋要將你呢個好消息，將你所有未有機會認識你嘅人分享，等佢哋未有機會同我哋一樣認罪悔改，返到你嘅跟前，同我哋一齊俯伏敬拜，同你親近。喺呢度懇求你賜俾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從你而嚟嘅力量，將你嘅話語傳到地極。多謝你。與此同時，亦都懇求你賜給嗰啲世界領袖有從你而嚟嘅聰明智慧，去處理蘇聯同埋烏克蘭嘅戰爭，讓嗰啲俾戰火影響嘅人，無論依然喺烏克蘭或者安全走到周邊國家避難嘅家庭，有從你而嚟嘅平安。希望戰爭早日結束。多謝你嘅垂聽。
我哋亦都紀念到身體有軟弱、健康有問題嘅弟兄姊妹。喺呢度，我哋懇求你將你醫治大能嘅手撫摸佢哋，不但讓佢哋嘅身體得到適當嘅治療，亦都等佢哋心靈得以安慰，有從你而嚟嘅平安。喺呢度亦都懇請你，我哋嘅三一真神，用你嘅僕人吳宣倫博士，將你嘅話語同我哋眾人講解說明，等我哋可以喺靈命上得着，亦都可以明白到你嘅大愛同埋教訓，讓我哋每一個能跟隨你嘅都能夠活得像你，亦都以我哋呢一個嘅行為作你嘅活見證，俾嗰啲未能夠有機會聽到福音嘅人得以認識同埋跟隨你。我哋喺呢度亦都懇請天父賜聖靈與我哋每一個人都同在，俾我哋一個平安嘅心，開我哋嘅耳目，讓我哋能夠從你而嚟嘅話語裏邊明白到作為你嘅子民喺呢個分裂嘅世代應該作嘅本分，點樣能夠跟隨你嘅腳蹤去走下我哋直至到見你面嘅每一日。而家我哋就將今日嘅聚會崇拜嘅每一個環節都恭敬嘅獻上，蒙主悅納。以上嘅祈求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清楚。而家請吳博士。你可以有個可能嘅話 ，IT specialist 可唔可以將個 sound suppress 咗佢？你個電腦啊 ，making no sound。哦，咁樣啊 ，OK。各位早晨，時間過得真快，好似啱啱嚟都冇幾耐啊嘛，又嚟過啦。啱啱過咗母親節，而家又到父親節，唉，要應節咧就要講嗰啲經文啦，用翻嗰啲經文。我睇到以弗所書第6章第2節，要孝敬父母，其實同母親節其實差不多嘅啫嘛。父親節、母親節，1972年先有父親節，母親節咧就係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嗰時開始，58年之後先至有父親節。遲咗58年啦 ，for some reason 啊，母親節係緊要過父親節嘅。等我放大啲先。好多人都知道點樣叫做孝敬父親、孝敬母親啦，但係咧有好多中國人嘅家庭咧。就好多做父親嘅真係唔識做啊！嚴父慈母，中國人嘅教導，嚴父慈母。媽咪就好慈愛嘅，做阿爸就好嚴嘅。養不教父之過係阿爸嘅責任嚟嘅。咁中國好多人咧就係父親就係負擔全屋企人嘅經濟，時日日翻工，放咗工之後又要同啲同事去食飯啊，要應酬啊，因為呢個係 part of the job， 就變咗 ignore 咗細路哥喺屋企啦。其實咧，我哋若教養孩子啊，最緊要就係頭嗰6年、7年，你同個孩子要建立個關係嘅時候，你唔能夠因為工作忙咧，
就得噶啦。阿媽，你有咩事問阿媽？父親，我要出去揾錢，就冇法子啦咁樣。但我哋唔知點去表達喎。有幾樣嘢我哋要知道。第一，我哋長大過程當中咧，我哋知道我父母親有錯噶，they're not perfect。細個嗰陣時冇嘢噶，換片又係佢，餵奶又係佢。最好就唔好打細路，細路哥唔打得嘅。點解咧？因為佢唔明啊，佢唔明你打佢咧，佢打佢痛嗰隻眼有淚水，但係佢唔知點解打佢。你寧願要解釋俾佢聽，嗱，咁樣做就唔啱，咁樣做先至啱。大聲喝佢都唔好，呢個係因為好多人咧真係唔知。喺外國喺美國生活咧，都知道讀過 psychology， 讀過 child development， 我哋都會明嘅。父母有錯 ，they're not perfect。細路哥 find out， 老早就知啦，唔使講俾佢聽嘅。我同啲仔女講嘢咯 ，don't give me a lecture。點解咧？因為你平時做嘢，我已經學咗啦。I learn from example， 呢個係最緊要同埋最有效嘅 learning 就係 learn from example。父母有錯，第二點我哋要明白，如果冇咗父母咧，我不存在。冇父母我點會喺呢個世界存在啫？第三點我哋要知就係，我有我父母嘅 DNA。所以一定唔可以鬧啲子女話你蠢啊！你鬧佢蠢，即係話你自己蠢啫。如果啲仔女答我，喂，我啲 DNA come from you， 咁你冇得答㗎。我哋要明白，我未存在之先，神已經存在。我哋睇下詩篇第139篇第13到第16節，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係創造者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庇護我。我要稱謝你，因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因為我個電腦同你個電腦唔要一齊要synchronize。你作為，這是我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嗱，呢樣嘢，即係我覺得啲人咧唔覺得我哋俾神創造係好 ignorant。點會生出嚟會一步一步經過幾多千萬次嘅細胞分裂，由一個細胞變成咁多個細胞，而有350幾種唔同嘅細胞係由一個細胞嚟嘅？你點樣解釋？若果唔係神創造嘅，你點解釋？冇得解釋，係自然喎，天生喎。咁即係神做啦，係咪啊？所以今日唱歌就唱到這是天父世界 ，yes， 乜嘢都係天父，我哋嘅生命都係天父。有 DNA 唔等於有生命，生命係另外一樣嘢嚟嘅，係神放入去嘅，所以冇可能咧，用 DNA 就可以整隻恐龍出嚟，冇做戲啊，做電影嗰啲攞票房嘅啫嘛。那時我的形體並不向你隱藏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所定的日子我未到一日。我曾經同大家講過 ，life start from conception， 即係當有個父母嘅精子卵子結合嗰時，生命已經開始。我讀過一個 course， 成個 course 喺大學裏邊咧，即叫 psychology， 成個 course 就係睇嗰個研究嗰個無線分裂。普通細胞係有線分裂，你唔讀科學嘅唔緊要，你唔知唔緊要。普通細胞係一種嘅分裂，但係卵子精子嗰個係無線分裂。哇 ，it's difficult，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ourses I thought。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又話在我被造嘅肢體尚未有其一，即係話心臟第6個禮拜先聽到聲。聽到個 heartbeat 啦，你都寫在你的冊子上面，即係話我哋每一日我哋未出現，後來我哋出現，每一日每一個時刻，所有嘢神已經定咗，已經有佢嘅心意喺裏邊。一個婦人懷孕可能係意外，有啲人唔想，我唔想生仔嘅，點解咁快又有咗咁？女人懷孕可能係意外，但係我哋嘅存在並不意外。因為神喺我哋嘅心意，我記得我好細個嗰時咧，
讀啲文科，讀啲國文啊、歷史啊，我唔中意嗰啲科目，我係中意讀理科嘅啫。我讀嗰啲睇嗰啲歷史啊、國文，我頭痛瞌眼瞓。但係你俾我讀科學書籍，特別係物理學啊、生物學啊、化學嗰啲啊，我可以成晚唔使瞓，我一睇咗就明喎，好得意，好易明喎。但係啲文科嘢，唔好搞我眼瞓。你個父母生你出嚟可能冇計劃，但係上帝係有計劃。唔係每一個男人都適合做父親，呢個就係我正話講嘅。母親節喺 Woodrow Wilson 總統嘅時候已經定咗，58年之後到1972年先有父親節。父親嘅形象，子女嘅回應，點解神喺地上建立父子父女關係？有原因嘅。剛才我哋唱詩，我們在唱主禱文，我們在天上的父。如果我哋地上冇父親，我點會知道咩叫天上嘅父親？咩叫父親？我哋唔會明㗎。如果我哋冇父母嘅，就咁天父話我係你嘅天父，咁我哋唔知係乜嚟嘅。父親嘅形象，我睇下呢度一個人，呢人係奧林匹克長途跑嘅選手，呢叫 Redmond。佢跑嘅係個決賽嘅時候，喺 Olympic Game 冚唪唥都係全世界跑得最快嘅人啦。突然間隻腳一個肌肉嘅韌帶斷咗，痛到佢啊！喺1992年喺 Spain 個 Barcelona 嘅地方 Olympic。突然間斷咗，就嚟跑完噶啦，斷咗，咁點啊？痛啦，痛要累喺個地下，個個選手向前跑，佢一個匿喺地下，冇法子跑完，因為全場都驚啦，哇！累低喎，有個人啊！突然間有個人就係突然間有個人走出嚟扶住佢。呢個就係右邊嗰個着住戴住帽嗰個，嗰個佢父親嚟嘅。個父親見到個仔賽跑累低，條韌帶斷咗，喺度痛，個跑前佢唔喐得，行都行唔到，佢即刻上前面扶住佢。咁點咧？等佢行到個終點嗰度，需唔需要？梗係需要啦。你做運動員啊嘛 ，Olympic 喎呢個。唔係小學、中學嗰啲運動會，話 Olympic， 全世界望住你噶，劈下個父親扶住佢，去到終點，全場拍手 ，standing ovation， 唔係為咗嗰個受傷嘅選手，係為咗佢個父親。呢個世界係有個父親能夠扶持你。唔係淨係仔女扶住父親，父親都可以扶仔女啊！你傷咗你累低佢就扶佢，哇！個情景真係子女嘅回應，父親嘅責任就扶持子女成長。子女成長之後，若果係有風險、有疾病嘅，個父親要扶住佢。做父親就係咁啦，一生係為咗仔女嘅。子女有咩回應咧？我哋還小嘅時候，我哋要聽從同埋孝敬父親，佢係你阿爸嚟噶嘛？以弗所書第6章第1節，大家都好熟呢啲經文。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裏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理所當然，即係話你唔使問噶，呢啲係啱嘅。This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你細個要聽從父母，後來大個知道父母唔係完全喎，父母都有錯噶。咁你點咧？點解神喺地上面建立父子父女關係咧？第一樣嘢，佢要我哋自細開始學習係服從權柄。你細個你冇聲出㗎，乜嘢都要靠阿爸阿媽俾你，特別個父親。
我記得啲細路仔佢好中意咩啊？好中意聖誕節。有好多做父親嘅唔識做父親咧，就成日都唔喺屋企嘅，因為佢話要做生意，因為佢出去要應酬，所以你屋企啲細路仔 weekend 喺屋企，有啲父親就唔係 weekend 就帶啲細路仔周圍去，佢話建立個關係啊嘛。如果你唔同細路仔一齊有 togetherness 嗰個時間咧，你建立唔到嗰個關係。雖然佢知道要孝敬父母 but we are not close， 因為你細細個嗰陣時你唔理佢，以為我帶錢翻屋企有好食好住咁啊夠啦。今日到聖誕節嗰時咧，就開始平時冇留意仔女，到聖誕節嗰時就買好多禮物啦。你要咩物嚟？寫張單俾我，我就買好多禮物俾你。嗰啲有個 term 叫做 Christmas Daddy， 淨係 Christmas time 做 Daddy 嘅啫，平時唔係 Daddy。讓我哋活喺權柄之下，父親叫你點樣做，你就要點樣做 ，without asking question。當然你大咗就發現父母有啲嘢唔啱，都唔好，細路哥唔好駁口駁舌，特別佢父母親。我哋要 honor， 學習服從權柄，同埋學習 honor。你 honor 唔係因為你父親個人，唔係佢個人值得 honor 或者唔值得 honor， 係因為佢係你嘅父親，佢個身份同埋權柄係你要 honor。其實我哋一生都係活喺權柄之下。你細個見到爹哋嚟㗎嘛，佢講咩你就做乜嘢。你第日返學個先生咁樣講你都好得意㗎，嗰啲細路哥。一大咗之後，先生講嘢咧就緊要過父母講嘢。一返到屋企，先生話咁樣咁即係攞嚟頂㗎爹哋媽咪啦。先生要大晒咁樣。你哋係做工返工，個 boss 頂頭上司，佢叫咁做你就咁做，你唔同意都要做㗎。香港有個術語好得意嘅，嗰啲上司對下屬講乜你唔想唔撈啊咁，你要服從權柄。我哋一生活喺權柄之下，我哋父親係俾我哋學習，我哋要活喺權柄之下。你唔想做都要做。有3個地方我哋有服從權柄，第一個喺屋企，第二個喺教會。教會牧師長執喺度用聖經教導我哋嘅時候，你要服從，因為你唔係服從佢，你服從神嘅話。同埋 government， 一個好出名嘅哲學家，佢話有2樣嘢係 last forever。邊2樣嘢 last forever？ 永生啦 ，last forever。第二個咧就係 taxes， 稅啊，稅俾唔完嘅，你知唔知？你供屋可以供甩間屋啊，你供唔甩稅，地稅入息稅你供唔甩嘅。以前攞 Social Security 係 tax free， 而家慢慢咧 it's not tax free。They have ways to get you。開始慢慢 grow up 變咗一個 young adult。要學習 respect 嘅父親啊，初就權柄，我要咁做啦，我阿爸叫我咁做，我就要咁做。你大咗少少到 teenager 嘅時候，你咁樣做唔係因為阿爸要你咁做，係因為佢係你阿爸，你尊敬respect 佢，尊敬嘅父親。若果你發現父親有嘢錯嘅，喺學校學咗好多嘢，見到同學見到老師教你好多嘢，啲父母有啲地方唔啱嘅咧， you have to 接受同埋寬恕你嘅父親。You have to forgive him, you have to accept it， 因為佢係你嘅父親。你同佢講嘢 be respectful。而家美國啲 teenager 講嘢 no respect。我識得有個細路仔喺屋企猛嗌 Norman， 原來佢係爺嚟嘅，佢叫做 Norman。邊個教你咁樣㗎？阿爺都唔叫一聲。喺利未記第19章第3節，聖經點話咧？你們個人都當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換句話講就係 And God said，
This is what God said。嗰個 absolute 啊，父母可能有錯，但係神冇錯。希伯來書第12章第9節，我哋剛才都聽過啦。希伯來書，再者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尚且敬重他，何況萬靈的父，我們這不更當順服他得生麼？神俾我哋有父母親喺地上，係教導我哋去敬重同埋順服。其實嗰個 ultimate goal 係對神，因為你個父親喺地上，你兩個人活在地上，佢哋父親佢一個離開世界，已經同你冇個父子關係㗎，冇啊，夫妻都一樣。Only as long as both of you shall live on earth。永恆嗰個就係永在之父，嗰個就係天父先係我哋永恆。我上一次同你講過㗎啦，我哋個個人都係神嘅兒女，神係冇孫嘅，神冇孫仔孫女嘅，唔係咁樣嘅兒女嘅啫。我哋明知父母有錯，父親，我今日父親節講父親，我哋明知父親有錯，點解仲要接納父親呢？因為我冇得揀，佢係我個父親，係佢嗰個 position， 唔係個人，係因為佢係你嘅父親，所以佢有錯，我哋都要接納佢。即係唔好講啲難，大咗之後有啲仔女，我見啲仔女講啲難聽嘅說話 ，Don't do that。令到個父親難過，唔好啊！令到任何人難過都唔好啊！特別嗰個係你嘅父親，你冇得揀啦。你父親話係佢係你父親，你冇得揀，不過佢都冇得揀啫。佢生你個五翼仔，佢都冇得揀噶。啊，佢俾你痛苦，你又俾佢有痛苦，即係個關係咧。若果唔係主耶穌，神教導我哋冇法子解決。所以下個月我嚟講嘅個題目咧，就係只有主耶穌。然後能夠使我哋嘅 life complete。That's next month。我要寬恕我父親，我亦都需要父親俾我嘅寬恕，兩個都有錯。喺箴言第13章第1節，智慧子聽父親的教訓，傲慢人不聽責備。如果你能夠聽父親嘅教訓 ，You are a wise man。有啲人喺家庭裏邊咧，父親唔係好人。我識啲咁嘅人喺香港，我識啲人咧，有啲弟兄姊妹喺教會裏邊咧，個父親黑社會，所以佢分得好清楚，分開。結婚嗰時候 make sure 叫幾個弟兄姊妹幾個弟兄喺個教堂嘅門口 make sure 佢個 father 唔入嚟喎，搞到咁樣嘅關係。即使嘅父親唔係一個好人，喺地上面，喺社會上面唔係好人，但係佢都知道乜嘢對你好嘅，佢心裏邊點都掛住你，因為佢係你嘅父親。喺詩篇第27篇第10節講：我父母離棄我，耶和華必收留我。我哋 ultimate 接納我哋、饒恕我哋，就係我哋嘅天父，就係嗰個昔在今在以後永在嘅全能者。神既然俾我有咁樣嘅父親，一定有佢嘅心意嘅。但係詩篇23篇22節，唔係箴言23篇22節，詩篇23篇大家都識念啦，梗係唔係呢啲經文啦，係嘛？係箴言啊 ，proverb。你要聽從生你的父親，你母親老了也不可藐視他。你當買真理就是智慧，訓誨和聰明也都不可賣。義人的父親必大得快樂。想你嘅父母快樂啫，其實每一年有個 Father's Day、Mother's Day 就想父親母親有快樂嘅時刻。嗰日又同佢食晚飯，同佢飲茶，俾張卡佢，寫張支票俾佢，打個長途電話俾佢，同佢 WhatsApp 甚至 FaceTime。
咁一年唔止嗰日㗎嘛，你就係嗰日先同父母出去食飯嘅咩？使我哋父親快樂，義人的父親必大得快樂，人生智慧的兒子，他必因他歡喜。做父親嘅，而嗰個仔係有智慧嘅，時時令到佢快樂嘅，佢應該感恩。我哋凡事謝恩就係咁解。你要使父母歡喜，是生你的快樂。神係咁講，神係咁講。父親嘅教導，細細個同你教導，應該常與你同在。箴言第6章第20至到23節，我兒你要謹守你父親的誡命。咁你知啦，做父親有一個責任。呢個父親嘅誡命唔係神嘅誡命，即係父親要學習神嘅誡命嚟 show 俾啲仔女睇，唔係 lecture。同仔女講嘢唔好 lecture。They don't like it。以身作則，你教導佢咁樣，你自己做唔到，呢個惹兒女嘅氣。You provoke the children's anger。我兒你要謹守你父親的誡命，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我常繫在你心上，掛在你頸上。你行走，他必引導你；你躺臥，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與你談論。因為誡命是燈，法則是光，訓誨的責任是生命的道。大家知道啦，你喺做仔女嘅責任，你就要使父親是生你的快樂。神叫我哋是生你的快樂，即使佢有錯都算啦，睇開啲，佢都係人。佢有錯，你都有錯啫。現在你已經長大成人啦，你要喺兩方面咧，有孝敬嘅父親啊。第一 ，appreciate 父親嘅 effort， 應感謝與欣賞父親養大你嘅功勞。養大你有功勞啦，冇功都有勞啦，係咪啊？其實養大仔女好辛苦嘅。有兒女嘅父母親，你就知，乜嘢都講錢嘅。金錢唔係萬能，當然啦，但冇錢就萬萬不能。養大子女好貴噶，有人喺度做咗研究，若果你由細開始養啲仔女，由出世開始買奶特別係而家嬰兒啲奶方你周圍去撲，有啲父母去揸好遠車嚟買罐嗰啲咁嘅 formula Similac 餵啲仔女，個 baby 唔知噶，有人喺度計算咧，佢話由 BB 出世一路養到佢大學畢業為止，需要$250,000，呢個係10年前嘅統計喎，今日唔得啦，今日個 inflation可能 double， 可能$500,000，你唔覺噶？邊張 slide 啊？你係呢張 slide。如果冇你咧，如果父母冇生你出嚟咧，佢應該好寬鬆噶。但成日諗住我自己知，我有4個 adult children。佢細個嗰時，我有啲嘢我爹哋點解人哋有 telephone？ 嗰時未有 iPhone 嘅，就咁咩Motorola 嗰啲咁嘅 telephone。點解你冇㗎咁？我掛住你哋咯，我有你哋乜嘢都冇啊，冇得食啊！邊個唔知嗰啲好嘢我仔而家最新嘅咧就買 Apple iPhone 13，而家等住 Apple 14。成日同我隔離嘅 neighbor 做朋友，因為佢兩個都係 Apple engineer， 一個係manager， 同佢買 Apple product 15% discount。佢隔離同我仔熟過同我，因為佢成日幫襯佢。最新嘅咧就買。唔係我最新嗰啲嘢買，咁
你幾個細路食谷種啊？有我夠想買啦，但係唔得噶嘛。父母就係做父親就成日諗住啲細路仔，佢要讀書，佢要讀大學噶。第一個感謝與欣賞，感謝欣賞父親養大你嘅犧牲，係有犧牲。呢個唔計佢讀完大學翻屋企住嗰啲錢喎。佢讀完大學咁乜嗱？你讀完大學啦，22歲啦，或者攞埋 master 都24歲，你出去啦。咁佢買唔到屋噶嘛？如果要嗰堆你要幫佢，有個可能嘅話，亞洲、非洲、中東嘅教育就係孝敬父母。中東好孝敬父母，因為十誡，東方人都好孝敬父母，孝順父母。聖經話孝敬，呢個孝順。就係西方社會冇，我哋學啲美國文化咧、英國文化嗰啲好嘢你就學，嗰啲唔好嘢唔好學，唔係樣樣嘢好㗎。唯獨西方歐美卻不尊敬父母。人生4大階段咧，你出世嗰時有4個階段。第一，你相信有聖誕老人，好細個就Christmas time 聖誕老人啦 ，You better watch out, better not cry 啊！到大啲之後咧，唔信有聖誕老人啦。成年嘅時候，自己有仔女，你自己做聖誕老人。到年老嘅時候，You look like 聖誕老人。喺美國嘅社會、西方社會 ，Today the older you get, the less respect you get。喺美國幾多老人被忽視？作為一個成年人啦。自己成家立室啦，自己有仔女啦，而家開始錫啲仔女就 recall 自己嘅父母點樣，你細個時佢點樣錫你。但有啲仔女唔係㗎，你話我好錫你㗎，佢細個，你而家知啦，你又湊 baby 又生仔生女，你要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回答嘅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因為好可笑，咁唔係話佢錯嘅，佢真係 don't know what to do， 即係你冇得翻轉頭㗎嘛。時間冇得翻轉頭，明白老年人需要就係佢要 express 話俾啲仔女聽，佢對佢自己本人對啲後代有一生有影響力。啱父親節過咗我哋啦，過去禮拜5我啲仔女走喺屋企，即係我屋企咁啊慶祝父親節啦咁，個個上網唔知做乜鬼，我就喺上網 Zoom， 突然間個 WiFi 停咗。我太太講：喂，你冇聲喎！突然間有幾分鐘，我係咪好多人用 WiFi 咧？叫佢哋冚唪唥 shut off。咁佢都好高興，做父親嘅啫，當然好開心啦！見到啲仔女係個個長大，個個自己能夠自立啊！喺神嘅恩典之下，個個都係信晒耶穌、信晒主啊！而且唔同教會又侍奉我，其中有個女喺美國人嘅教會裏邊嘅長老會做長老嘅，愛主得啦。我最成功嗰樣嘢就係我覺得我自己細個嗰時帶啲仔女翻教會啊，等神教導佢，唔係我教導佢，我有咩資格做 model 啫？我冇法子做 model。但係我啲仔女寫卡俾我嘅時候，就 You are our model. You taught us about value。我冇叫佢咁寫噶，佢自己咁樣寫。所以仔女每一年聖誕節每一年嘅父親節嗰啲卡，我留翻嘅，10幾年我都留喺住。有時攞咗嚟睇下，啲仔女點睇我咧？我有冇盡自己嘅責任？As a father，你要 stay in touch。我老婆嘅父親咧，即係我岳父咧，就入102歲，立咗嗰啲叫做 assisted living。assisted living。咁啊。俾食俾住啦，咁每一次去探佢又買好多嘢俾佢食，食到佢都滿晒啊！食唔晒，佢食唔切咁多。As long as they stay in touch, they are happy。打電話，我老婆一日打幾次電話俾佢，佢冇嘢講，其實冇嘢講嘢，重複講翻舊時啲嘢。啲老人家好中意講舊時啲嘢。你覺得聽過好多次啦，
咪我老婆嗰日，你咪由佢講咯，佢講咗先舒服噶嘛。佢覺得佢嘅生命影響你一生。Let him express 所有都係 just show up。Just show up。第三樣就係讓佢知道 he is important。Let him know he is important。係唔係 important 唔緊要，但 let him know he is important。同埋供應俾佢嘅需要。佢成日有嘢買㗎，又底衫又底褲又睡衣，定係又呢樣嗰樣，咪成日買嘢俾佢。佢唔止一個女嘅，佢有我老婆有6兄弟姊妹，個個都要孝敬父母。冇子女嘅老人家點呢？ Who will take care of them? The church。 Church 係一個 family。 有啲人冇仔女嘅，年紀老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them。 提摩太前書第5章第1到第4節，不可嚴責老年人。哇！有啲人真係對父母唔客氣喎，佢舊時做錯啲乜嘢係咁嚼佢。提摩太，保羅教導提摩太，當佢係福音所生嘅兒子，當佢仔一樣嘅，要扶持佢做一間教會嘅監督。佢不可嚴責老年人，只要勸他如同父親。呢個唔係你嘅父親，但係老年人，係年長嘅弟兄姊妹，你要勸佢好似你勸你自己嘅父親一樣。呢個就係保羅嘅教導，勸少年人如同弟兄，勸老年嘅婦女如同母親。Just do it。點解教會要實質崇拜啫？喺屋企上網咪得咯，又慳電油啦，最緊要。No。你要實質崇拜，你要 practice what you learn， 唔係淨係聽到，仲要行道。你喺教會 gathering 嘅時候，你就要行道。老年人勸佢如父親，老年嘅婦人勸佢如同母親，勸少年婦女如同姊妹，總要清清潔潔的，要尊敬那先那認真為寡婦。若寡婦有兒女，或孫仔孫女，便叫他們先在自己家中學習行孝，報答親恩，因為這在神面前是可悅納的。神乜都知，你做乜都知，你唔好以為冇人喺處咧，你就惡對一個人。God knows, oh my God, God knows everything。即係神嗰種嘅全能咧。要敬重父親嚟到敬重神。This is what God wants。 提摩太前書第5章第8節，人若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呢個好嚴重啊！比不信的人還不好。若果有人話你係基督徒啊，我唔信你係你基督徒，奇啦！你咁樣嘅生活，你話翻你係基督徒，有啲人就話原來你係基督徒，咁都好啲啊！原來你係基督徒。另外第三種就係唔使講啦，你信耶穌一早已經知啊，睇你嘅講嘢同埋個行動行為已經知你係基督徒啦，咁嗰種係最好嘅。比不信的人還不好，真係慘。不看顧自己家裏的人更是如此。老年人嘅需要唔多啫。They want your presence。最後一張 slide。 It is your job to make your parents happy。 弟兄姊妹，若果你係好彩仲有父母在堂 ，do it。 箴言第23章第24、第25節，義人的父親必大得快樂。點解咧？佢個仔係義人啊嘛，個仔義人會令到父親快樂啊嘛。義人的父親必大得快樂，人生智慧的兒子，他必因他歡喜。你要使父母歡喜，是生你的快樂。你知道點做啦？唔係淨係今日父親節啦，咁下個禮拜咧，下個禮拜當佢係父親節咁樣，對自己嘅父母當係每一日都係父親節。
咁你就會好唔同啦。The best way to celebrate Father's Day is to ask your pastor to lead us with a prayer or confession。最好咧，你個牧師上嚟帶領全會眾，係求神寬恕你做一個不孝嘅子女。若果能夠讓你父母聽到 ，that's the best Father's Day present。願神祝福大家，聖靈向眾教會講嘅說話，凡有耳的就聽落聽。多謝牧師，而家亦都到咗呢個奉獻嘅時間。一如既往，大家都知啦。如果你喺實體裏邊敬拜，你係可以依然用奉獻箱喺中間最後嗰行喺我右手邊。但係如果你係喺屋企崇拜，你係可以喺呢個網上捐獻嘅。讓我哋為奉獻祈禱。親愛天父，多謝你寶貴嘅話語，提醒我哋點樣去孝順孝敬我哋嘅在地上嘅父母。多謝你寶貴嘅教訓，特別喺呢一個今日嘅世代，係只能夠跟隨你嘅話語，用你嘅話語作路上嘅光，腳前嘅燈，先至可以令到我哋有呢個向住標竿直跑，向住我哋個美好家鄉進發。而家係奉獻嘅時間，1/10嘅奉獻係我哋基督徒嘅本分。請你接受我哋少少嘅回應，將金錢用喺事工裏邊，為的是係將你賜俾我哋地上嘅家管理好。多謝你嘅垂聽，以上嘅祈求係奉我主耶穌基督聖名嘅祈求。Amen。而家我哋用詩歌回應。這是天父世界，我們出於正聽，宇宙長過四圍響應，聖神作樂同聲。這是天父世界，我心滿有安寧。花草樹木穹蒼碧海，述說天父奇能。這是天父世界，慣了歡唱齊鳴，清新明亮百花美麗，證明創造精神。這是天父世界，他愛風給萬千，風吹草升自他應和，隨處能聽他言。這是天父世界，叫我不可遺忘。黑暗勢力雖然猖狂，天父強應阻擋。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變。
請大家起立，我哋唱三一頌。地上生命當讚主人，天上萬軍中讚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有唔博士祝福。感謝天父俾我哋有咁樣嘅機會喺呢度有Concord嘅地方有咁樣嘅燈台。天父求你賜福俾每一位嘅會友，佢喺生活上邊都能夠做好見證。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嘅慈愛同埋聖靈嘅感動同啟示我們，從今至到主耶穌再來。阿門。到咗呢個歡迎嘅時間，想睇下有冇新嘅朋友在座。Welcome. Please sit down. Welcome. 仲有冇其他嘅新朋友咧？似乎大家都熟口熟面。咁我哋呢度有幾個。首先再次多謝吳博士嚟到我哋當中，同我哋講解神嘅話語。喺呢個父親節嘅早上，我哋非常之高興大家翻到嚟同我哋一齊崇拜。希望我哋嘅實體崇拜可以早日全部都翻到嚟，我哋可以聚會，可以交流。呢度有幾個少少嘅事項。一如既往，我哋每個星期三嘅晚上7點半至到8點半，以及星期四上午10點至11點鐘，我哋嘅祈禱會係喺網上舉行嘅。喺兒童事工部呢個，我哋已經講咗幾個禮拜噶啦，就係呢個暑期聖經日營，係7月18號至到22號。上晝9點半至到12點鐘舉行，係適合由 K 至到5年班嘅細蚊仔。如果你哋喺屋企或者你嘅隔離鄰舍有適齡嘅小朋友，佢哋可以喺呢個暑假翻到嚟參加我哋呢個聖經日營。咁啊，請你與Edison 或者係Christine Ho 以及Christy 去聯絡，因為做呢一個聖經日營嘅關係，我哋都有一班嘅工作人員嘅培訓，將會喺下個禮拜6月26號同埋7月10號崇拜後舉行，有簡單嘅午餐。請各位已經報咗名或者係有負擔嘅弟兄姊妹去參與呢一個嘅聖經日營。其他就想請大家返去睇內頁，默禱之後散會。